到早。现在又是情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，已经就是讲解甲正文第57页，解说甲正文第57页，上解每一段，上解每一段，就是解说甲次序12对页，一面自性起用19对。中以断对，狭以静对，起以废对，无以地对，乱以定对，直以独对，改以非对，得以曲对，失以虚对，险以平对，烦恼以菩提对，常以无常对。悲以害对，喜以真对，舍以坚对，进以退对，生以灭对，发心以色心对，化心以报心对，处是19对呀。即嘛就是要来解说自性起用的19对。名叫做自性起用啊，就是属于自性中的作用。就是讲由于这个自性作用所表现出来啊，拢总呢就这19对的咧。自性起用的19对，其中的第一就是长甲短，这是属于一对。长甲短当然就是物质的长短啦。比如讲，咱人较大汉、较悬，也使你讲你这个身材啊较长；你若较矮、较细汉呢，也是叫做身材较短。也咱人也是有这个自性的起用。不过在这个自性的起用中，为什么偏偏是一个人话有长话有短，就是讲话较大汉话较细汉呢？这个较大汉较细汉啊，有种种的问题，就是讲有种种的不同的迄个因缘。第一，比如讲是属于微传性，约人讲起来微传性，比如讲咱中国人。甲美国人来讲起来，咱中国人普遍定呢，拢较无较悬，呀，美国人呢非常的悬。咱中国人若是有差不多6尺悬啊，不得了了。但是美国人呢，可能有7尺悬，甚至8尺悬都有。也然呢，就变成讲伊的血统、伊的遗传有关系。但是偏偏咱的中国人，为什么话也较大汉，话较细汉呢？那变成讲，除非符表伊的血统以外，也本身后天的培养也有关系啊。比如讲，囡仔出世了后，一定呢身体健康，真正顺遂，营养有够，运动有够，安尼呢，可能伊就会较大汉。那出世了后呢，定来破病啦，或者是讲营养不足啦，可能变成人较细汉。就是有这种种的不同的迄个因素，也其他的世间无论任何多一样物件，一定有长有短。长甲短呢，就是一对的物件。长就毋是短啦，短当然就毋是长。下面狭以静对，这个狭甲静啊，这也是属于一对的物件。狭就是偏狭，静呢就是中静。咱对于道理来讲就好，比如讲你这个道理是正的，当然就毋是邪的；你这道理若是邪呢，当然就毋是正。所以变成邪甲正一对。
那这邪甲正一对，啥物叫做讲正，啥物叫做讲邪呢？道理啊，凡是有符合着宇宙人生自然的法则，这呢就是正；若是无符合着宇宙人生的法则，那叫做讲邪。咱简单啦，以因果来说明就好。咱教出释迦牟尼佛啦，启示因果的道理，教咱呢必须相信因果。所以咱佛教呢，注重因果，讲究因果，劝人呢爱相信因果。毋过咱来了解，这个因果呢，并毋是咱教出释迦牟尼佛伊创造的，也毋是讲你信佛学佛的人才有需要啊来遵守因果。因为因果本身啊，这是世间的自然法则。咱世间无论倒一项物件，一定是有因照果，无迄个讲无因会结果的。所以咱若是讲这个因果呢，就符合着咱世间的自然法则。咱提几个例起来说明。比如讲，咱想要来食迄个果子，当然你就要去种迄个果子树。不管是这个果子树是你种，毋是你种啦，不管啦，一定呢有人种迄个果子树，那果子树就是一定有迄个种子咯。种子该放到土里，该种该培养，该高大长了，才会开花，才会结籽，才好你食。所以迄个种子，你甲种来甲培养，那这就是因与缘啦。有这个因，有这个缘，然后呢，才有这个结果。无迄个讲，无种果子有果子好食。果子不一定是你种，但是你现主是有这粒果子好食，一定有人种迄个果子，有人去培养迄个果子出来，这就是必然的因果啦。我再讲较接近咱一个人腹肚枵来去食饭，食了腹肚就饱了，因为你有食饭，结果呢腹肚就饱。绝对无迄个讲啊！你怎腹肚得枵啊？你毋免食饭，安尼腹肚会饱起来。那除非讲你这个胃肠有问题啦。虽然是讲无食，你感觉讲饱肚，那你这是胃肠的问题。若是一个正常的人，腹肚若枵，一定都爱食，食了呢才会饱，这都是因果。那讲即款呢，符合宇宙人生自然法则，这就是叫做讲正。毋过呢，也有一款的学说理论，甚至呢，伊讲伊也是一个宗教，更加讲伊是一个佛教。所讲的确实违背了即款的因果律。那真明显的就是讲，即卖我呢多传互你，甲你点咧，你就种着种着了咧，慢慢再来修。那抄即款呢，这就是违背了世间的自然律。违背世间的自然规律啦，那这就是叫做邪。咱种果啊，就好像讲一个人食饱；修行呢，等于一个人食饭；种果也等于一个人行到位啦；修行等于一个人伫路里伫行。咱要来去甲一间寺，要来去拜佛祖，一定对咱厝里出发，坐车也好，行路也好，一定呢有这个行动，才会到迄个目的地。一定到达的目的地了，咱免过来行啦，免过来坐车。世间绝对无迄个讲先到位才过来行路的，或者是讲腹肚先饱才过来食饭的。先腹肚先饱才过食饭，或者是讲到位才过行路，那这就是违背了世间的自然律、世间的自然法则，所以咪叫做讲邪。从这所在也可以来了解讲，到底这是毋是正法？是毋是咱佛教的正法？或者是一种的这个邪教，一种邪法，可以给了解出来。正甲邪这是一种对立相反，正甲邪对立相反，以这个因果律来说明呢，就非常的清楚。正就是咧讲这个世间的自然的法律，就是讲符合着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啦。那么这就是正。若是无符合着宇宙人生的规律，这名叫做讲邪。因为咱这个世界绝对有因果，所以你行善得到好的果报，你若是行恶一定得到歹的果报。
那么在这个所在，不但是正确认识了宇宙人生自然规律，也会当建立了咱人的迄个道德观。所以若是破坏掉这个世间自然律啦，也就是把咱这个人伦道德的观念呢，完全给破坏掉。这算起来是一个真正危险的问题。下面讲雌与非对，雌呢就是牛雌咯。下面迄个牛一地对，面顶这个雌与非对，下面牛一地对啊。那这两个呢，应该就是牛雌甲地非相对啊。不过呢，在文字上啊，因为用一字一字嘛，所以面顶变成是雌与非对，也牛一地对。那这个雌就是雌眉，雌眉甲非呢，就是对的物件。一个人若是雌眉呢，当然就无迄个非。不过雌与非对，牛与地对啊，咱后来会使咧甲伊拆开来说明。因为这个非啊，是照了真理，这个非是属于体，体呢就是照了真理，也就是在本甲理体中所记住迄个非照之用。你这个雌者，就是讲对真理呢迷了，迷去了真理，来解叫做讲做雌。迷去了真理的雌，甲照了真理的非呢，就是对着相反的物件。一边是迷了真理，一边呢是照了真理，误了真理。下面义一地对，这个地呢就是向外。照了世间，或者一切三百法相。那讲起来，这个牛的意思，就是讲对于世间或者差别法相迷啦，就是迷了世间的思想，迷了世间的思想，甲了解世间的思想，这两个当然就是相对立的物件。一个是对世间的思想有明了。一个是对世间的思想无明了。一边讲乱与定对，这个乱甲定呢，就是绝对的物件。乱就是散乱啦，定呢就是讲禅定。咱这以这个心理啊来去甲说明，真容易了解。咱心里想迄项想一项，哇，心肝就乱糟糟。那心肝伫咧乱的时阵，叫你去坐禅，你会定袂？绝对袂定。所以有当时阵啊，咱心非常的乱。也虽然是变变共款啊，坐伫迄个所在，人伫咧坐，咱也对人坐。但是呢，咱的身躯是点点坐伫遐，毋过咱心肝底车用无一时用，车凳无一时用，一点仔囝呢都袂定落。所以这个乱甲定啊。这是一对的物件。你心若是乱，就袂定；心若是定呢，当然就是袂乱。呀，咱这个社会嘛是共款啦。比如讲这个社会啊，讲真正乱，怎样真正乱呢？真正一个人做歹代志，什么连咪贼啦咯，连咪讲杀人咯，连咪安怎样咯？哇，安尼社会乱糟糟啦，然后这名叫做讲乱。那个人讲，这个社会特殊啊乱呢，这个社会就袂安定。每一个人的心呢，当然就袂安也袂定啦。那个人讲，这个社会若是真正安定，每一个人真正安分守己，食头路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殊荣工商啦，个人真正认份去做代志，无去非乱做，无去。做出啦扰乱社会代志出来，这都是定咯。要哪呢？这个社会就无乱啦。所以这个乱甲定，这也是属于对的相反。名叫做讲做乱与定对。一边讲自与独对，这个自呢，就是讲有迄个自心。那这个自者就是娱乐，内心呢有迄个自心嘛。有迄个仁慈的心，希望要互人得到快乐，这就是自啦。
那这个毒呢，就是心毒。心肝底呢有迄个毒心，那毒心就是要害人的咯。有诛心，甲有毒心，这两个当然是对立相反。这个诛心是想要利益人，毒心想要来害人。诛心是要互人得到安乐，这个毒心啊，就是要使人得到痛苦。所以诛与毒啊，这也是对立相反的物件。下面讲戒与非对，这个戒甲非啊，这也是一对的物件。戒就是讲戒律，凡是你这个人，若是有遵守戒律，当然呢，你啊就袂去非非乱做，就袂去做唔对去。那假如讲你这个人呢，若是非非乱做，这个非就是不是，就是恶的意思。所做的拢唔对啦，所做的呢，拢是违背了道理啦，那就变成非咯。这个戒甲非啊，这是一对的物件。咱这个戒甲非一对，咱以一般的五戒来说明就好。这个五戒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那你有照呢去做，你会当好来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那这就是戒咯。这个戒，安尼就无唔对啦。即马你爱戒的物件，你唔去戒，你就去杀生，杀生这就唔对咯，就叫做讲非啦。你去偷盗，这唔对啦；邪淫，这唔对啦；妄语啦、饮酒啦，这拢唔对。这已经啦违背了道理，违背了佛的制度，所以戒甲非呢，这是一对。你若是有守戒，绝对袂去做唔对；你若是做唔对人，绝对也唔是一个守戒的人。所以戒与非，这是属于一对。下面讲直与曲对。这个直与曲对，就是讲直的甲弯的，这是一对物件。比如讲路真直，或者是讲路弯弯翘翘，这是一对物件。一条路若是直的啊，就唔是弯翘的路；一条路若是弯翘的啊，当然就唔是直的路。是讲咱人的心嘛是共款，你这个心呢是真正直，你就袂弯弯翘翘。你这人心若是弯弯翘翘呢，当然就是袂直。在咱世间真正明显可以看出来，心若是直的人呢，你要甲伊处理代志，要甲伊做伙啊，真容易啊。你甲伊讲一就是一，讲两就是两，讲是就是是，讲非就是非。袂过再啊，在这个所在生出了种种的机节啦，生出了种种的是非。所以呢，人若是真正诚直，真好相处。那假如讲一个人心是弯弯翘翘呢，你甲伊讲东，伊甲你想西，伊所讲的呢，甲喙啊，想的佫无共款，弯弯翘翘啦。那么就从这个所在啊，无问题也就惹出了一大堆问题来。所以一个真正率直的人，甲一个真正弯翘的人呢，这实是真正明显可以看出来。一个中直的人，一个搞怪的人，这完全是相对。你这人若是真弯翘、真搞怪，你这人绝对不是率直的人；你这人是真率直的人，绝对袂搞怪、袂弯翘。所以直与曲是一对。下面实与虚对，这个实就是讲实在。虚呢，就是讲无实在。咱伊讲话就好，所讲的这句话呢是实在。那你讲的这句话无实在，那就是实甲虚咯。讲一个真正简单的例，譬如讲，问你讲，你有看到某某人做啥物无？你实在是无看。你就骗讲说有啊，伊啥物时阵做啥物毋对代志，安怎拄安怎，甲你骗到一大堆。那所讲的无实，这是你甲你骗出来故事。所讲的是无实，
那就变成虚啦。教人讲，伊这个人若是诚实的，伊绝对袂去骗故事。哦，伊有看到，伊就讲有看到；伊有听到，就讲有听到。哦，或者是讲，伊这都听人讲的，毋是伊亲目看，伊来讲，伊是听人讲，毋是亲目看。所以，这个实甲虚呢，就是这对物件。哦，人若是老实啦，绝对袂讲迄个虚妄的语言。人若是讲真正虚假呢，伊绝对袂讲出实在话。所做的呢，也袂做出啦迄个实在代志出来。所以，这个实甲虚，哦，这是一对。因为实甲虚这是一对的物件，咱要判断人我是非啦，就必须要有相当的科学的头脑，有科学的方法，有这个科学的证据。啥样讲法呢？譬如讲，咱呢听到有人甲咱学话来讲，某人啊，什么人伫咧讲咧尻川的话呢？咱假如若是一个耳空轻的人，若是一个无科学头脑的人呢，随时都相信，讲好，某人才真可恶。我著对伊袂歹，为什么伊伫尻川伫咧讲我，伫咧盘弄我是非呢？安尼啊，本来你对这个人真好印象，你即马180度的转变，变成你对这个人真歹印象。那你安尼真正随便就相信人一句话，还著去气一个人，到底是对毋对啊？绝对是错误。安怎讲错误呢？人甲你学话毋是等于讲就是迄个人所讲的比如讲张三来甲你学话，讲是你是伫咧讲你的歹话，但是张三所甲你学即句话，无一定就是真是你是迄个人有讲即句话。所以，若是有科学头脑的人，会当用到即个科学的方法去甲伊处理你听到即句话了，当然你会使你甲伊放到你心肝底，互你做一个参考。但以后呢，必须要去纠正，就是讲揪出一个事实的证明。什么是事实的证明呢？那么这个事实的证明，若是最好就是讲有一天，在无意中你确实有听到伊伫咧讲你的尻川话，那安尼呢？这是绝对证据充分啦，我甲你亲耳听的。那最低限度呢，就是爱会当好揪出证明，不但是张三甲你讲，抑佫足一人拢甲你讲的拢完全共款。那迄个时阵呢，你会使你叫这个理事来问，讲某人，拢有听到，你伫咧讲我的尻川话，是毋是有这个代志？伊若是有当伊会承认啊，因为足一人拢有听到嘛。那安尼，这就是以这个科学的方法啦，来去处理这个人我是非。一旦以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人我是非，就会当减少人我是非。咱现在是为什么人我是非这样真济呢？就是听一句话就相信，咱学一句话就相信，咱讲什么等于就是实在什么，变成讲这个真甲虚，就是讲实甲虚无去甲伊分辨清楚。在无甲伊分辨清楚这个所在呢，可能会去怪毋着人去，可能呢会乱责备毋着人去，那呢岂毋是非常冤枉呢？所以咱要处理人我是非，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。另外，咱现在是警察机关、治安机关伫咧办案，伫咧抓人，一定要有证据。虽然明明知讲这人都有嫌疑，但是无提出到12万分有力的证据绝对唔敢甲伊判讲这确实就是这个人做的代志。那这就是科学的办案。咱现在是对这个人我是非，也是以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去甲伊分别判断，去甲伊处理。咱即嘛只是讲甲实与虚对，注意听先听讲。就请咱过暂时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